宜兰市新丰庙已经有200档的历史啊，长沙传出王禅老祖贵国主的金身，互人偷换做李先做李洞宾。落尾这贵国主的金身是有红还回来，不过算是规个红整容去。目前警方是抑搁咧对查验嫌犯。有200年历史的宜兰市新丰庙发生神像互人调包的案件，庙方伫11中昼发现新丰夫人头前供奉的贵国主神像互人换做吕洞宾。早上出门以前还是不是他？警方接到报案来调查，验过贵国主神像12套早佫互人送带，更伫咧庙的户顶头。因那吕洞宾的神像是无摕回去。6点10分，我开门。伊就伫户顶诶，放伫户顶。验过贵国主被送带了，庙方发现伊的面甲毛发敢若互人定擦过，目牌也无去，红话应该也有补过擦，规个变形。这尊神像已经有100年的历史，互人安尼舞，庙方真无奈，将会请示成名了，另工请师傅修补。遭替换神像于本日辰时已主动归还，本分局已锁定特定对象，理清案情。依法侦办。警方调监视器已经掌握甲神像送带民众，将会依照上诉掠人调查案情，查清楚看是毋是有违法的事实。专案继续伫咧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